镜头刷到苗栗，守护家乡的土地甲水源。苗栗造桥的良成村，100外个村民来展开了一场20年艰难的奋战。因抗争的对象是业者昆如公司，伫当地所设立的废弃物的处理场。村民是正惊讲，这个业者若处理了失角叉，安尼附近的水源甲周边将近500家的农地，拢会遭受到污染。虽然业者出面来说明，嘛召开着协调会来沟通，但是也是无法度来化解着村民长期以来的疑虑。而掩埋场试营运的情调，双方也是继续来对立。安尼环境的争议，阁要安怎来解决呢？咱做伙来探讨。我就单纯的为自己的土地而战。我们当然都是希望不要再留给下一代。一起北上抗争。5点安场，毁农灭村，无害农村村。头把白色布条的话，一定是偌具少年抗争到头毛拢白啊！这是一场和家乡存亡有关的20年之战。昆如是苗栗县一间专门处理废弃物的科技公司。2001年，因选伫造桥乡良成村设立一座一级废弃物处理场，会使合法处理废金属和非有害性质灯腐等等24类一般事业废弃物。对在地人来讲，就那是一场大家无法度醒来的噩梦。这20几年，最难过的就是心里你总是有一颗石头在这边心里，好像是未爆弹。2020年12月31号，苗栗县环保局同意业者启动试运转90天，按算处理废塑胶、路石等等的废弃物，总共8223.7吨。消息传出来，引起真济反对的声音，居民吞论真久的情绪总算憋出来。埋下去是一辈子的事嘞，你敢跳出来说，现在铺下去的那些布，20年、30年、100年都没事吗？我请问，水是伫涂骹，恁好度甲北去吗？恁台湾拢冇下我咧，安尼这百姓会起出谁呢？条件开发造成农田和地下水受到污染，在地村民唔知影苗栗县政府是安怎温存这件消息真久的开发案，过10几年搁一摆定来，掀开昆有开发记录，业者伫2001年8月提出申请设立，伫2005年提出试运转计划，而且测试完成。不过，刷落来6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业者14摆提出申请处理温存证，拢总互县政府拒绝。2020年12月31号，苗栗县政府同意业者试运转90天，是安怎政策会使直直变？我们苗栗县人一天大概我算一天大概才5000吨的事业废弃，我们这个事业废弃里面大概4700吨是做再利用，比如炉渣啊。1,250吨一样是继高雄、台中、台南、基隆一样，长期以来都是这种情形，所以掩埋场一定是要。农作物，我随时农地上大概都保持着大概20-30种作物。第日头的骹，每一种青菜拢当咧拍拼成长。这是伫苗栗造桥乡良成村的有机农场，面积大约3甲半。是农民田创上大兄费尽苦心才找到的田。来这边大概快11年了，当初是在做寝具、开工厂、开门市。做农是我的兴趣，然后就跟老婆商量，然后小孩子也大了，然后就把工厂、门市都收起来，然后就跑来这边种有机蔬菜。一般我们的水如果越干净，空气越干净，我们蔬菜种出来，它的口感、它的滋味会不同，越好吃。对，越好吃。苗栗县皂桥乡龙生村的有机农业非常出名，像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整片长得绿油油、头好壮壮的农作物，全部都是依赖大潭蓄水池的水源来灌溉的。但从地图上来看，这是昆玉打算要开发的垃圾掩埋场，就距离大潭蓄水池不到500公尺。在地农民就担心，要是地下水源受到污染，在地的有机农业恐怕都会毁于一旦。绝对影响在地嘛。他赚了钱，赚饱了土地埋一埋，他赚那个土地再卖掉，
然后人走了，所有的不好的都留给在地的人。马桥大潭的龙仙湖是造桥乡当地重要水源，包括造桥和附近的后龙等等卖500家的农产，卖5000位的农民伫遮种稻啊和菜西瓜生活。即马阮家隔壁就是粪扫掩埋场，互因困袂落眠。水只要一受污染，你作物绝对都污染，尤其是重金属，它累积在那边，永远都在那边，这是千年万年的一种对在地的一种伤害。自天顶看，大潭边的风景真好，不过伫附近的粪扫掩埋场，风挖出一个深12米的大坑，变作青色山崖当中的一道伤痕。2005年之前，掩埋场也是山坡地保育区农牧水利的用地，经过业者申请变作特定目的的事业用地。当初主管机关是安怎的同意，嘛互学者质疑。这是我百思不解，因为我们区域计划本身就追求环境的一个永续、生态的一个平衡。那这个地方是严重的会侵害到跟我们的区域计划法，或者后来我们现在的国土计划法的立法的意志，其实是相互抵触的。这做无良心的事业。为着不让业者试营运，2021年1月27号，抗议民众用马新阻挡业者大型机具进场，对立冲突愈来愈严重。全部东西就用这个来卡你。为着让外界了解掩埋场的状况，业者带记者进入场区，一路行往掩埋场的这条连外道路。嘛是这场开发案卡真侪年的原因之一。他现在全部都用道路的东西来卡我们，那我们今天是他所谓什么单一特殊用途，我听都没有听过，而且环保的法规里面也没有规定。过去业者讲，掩埋场既然已经有巷仔会使行，无规划专用道路。当时苗栗县长刘正宏认为无符合规定，只要业者申请，全部拢拒绝。搁实际行入去看。这个占地约2公顷的掩埋场，涂骹全部拢是乌麻麻的无透水布，村民上烦恼的垃圾水问题，敢有法度挡落来？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掩埋场就是我们的掩埋区。那掩埋区这边你看到，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就是这一块一片黑黑的这个东西，它叫做不透水布。目前来讲的话，所有的文献里面并没有这个 HDPE 呢，没有使用年限的限制。体检验证明强调风水站耐用度绝对无问题。业者阁带咱行过掩埋场边仔的路，看到的是这座掩埋场垃圾水处理的重要基地。我会跟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废水的处理设备是3级，是最高等级的。所有园区的最高等级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它里面的设备里面有什么？它有调整、还原、反应、快混、胶凝、沉淀、中和，最后呢还有一个耗氧，再到一个活性炭的吸附槽里面，做了整套的处理完了以后呢，达到排放的标准。我们再看到这边有2根管子，再反送回我们的掩埋区，所以我们的废水是零排放。虽然业者登现看不看保证，居民也是袂放心。家己司记录显开，新竹关西粪扫掩埋场，因为路坪无杂钱，垃圾水流出来，造成地下水受到污染。附近的农产无法度种植。2013年，云林已经封场的经纬粪扫掩埋场无透水站破去，垃圾水拢流出来，变作环境污染。我常常跟他讲，环保是良心事业啊，好不容易花这么多钱精力，你拿证照，你一定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经营，否则只要一闪失就撤证了。好，我们的蒸发量没有这么大。好，生质水反送是可以减少一些水量。是没有错，但它没有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所以零排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这条抗争的路看起来要真远，自基会成员有一对爸仔囝，已经做伙行超过10年。爸爸陈明志一开始带村民行向溪仔头，自乌头庄变做白头庄。即马32岁后生陈佩贤嘛来接棒，真的是不甘不舍。你看，把自己的儿子要推到第一线，我们有一点矛盾啊。我好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哦，把我儿子弄到第一线去哦。但是我不得不让他去走到第一线啊。当然，我也是不舍我爸爸，因为你看他以前带着乡亲冲第一线，那现在他已经中风了，
我难道还要再看着他带着香旗在冲第一线吗？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守护自己的土地啊。但是我的回忆，我的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让他们随便破坏？黑暗的暗暝，村民用行路来互相温暖。敢若希望这上不堪的世代传承伫遮动乱。我们当然都是希望不要再留给下一代了。爸爸要把土地传给我，当然也是要把土地传给我的下一代，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要守护好这份土地。真的很呼吁环保署要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你要从它的操作面去看，它整个运营管理是不是合理？讲到每日覆土的话，这又一直很遗憾，在我们的环保署定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这边的这个它的设施标准里的时候，它连覆土的土质都没有规定。如果有机会看看美国的设置标准，看看日本的设置标准，人家定得非常详细啊。这场20年之战，反映全台湾这几年来设置粪扫掩埋场的难题，到底要安怎才会结束？苗栗县政府强调依法行政，自救会嘛继续提出新的事件，希望主管机关另外找找更较适合的地点。不过伫决定进前，村民敢若会使继续伫寒风当中过暝，等待早起的曙光。